各位兄弟平安，阮同齐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恁，互阮伫一天的起头就会当将读神的话语，互阮拢会当伫遮领受属天的智慧，成做阮今后人生的方向甲准则。阮安尼祈祷，一切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咱即时来精读神的话语。尼希米记第13章第1节，将外族人分开。迄日，有人读摩西的律法书，互人民听。读到内面有安尼记载：阿门人甲摩押人永远袂用得加入上帝的会，因为因毋但无用食米甲水迎接以色列人，颠倒请别人去咒诅以色列人。毋久，咱的上帝互迄个咒诅变做祝福。因听到这段律法了后，就将以色列人甲遐有外族血统的人分开。第4节，尼希米的改革。这个代志以前，管理咱上帝圣殿府库的祭司以利亚实，甲阿门人多比雅真有交情，就为着伊准备一间大间房。这间房间以前伫收藏所在，如像圣殿的器具，以及照规定供给利未人献祀的守卫的五谷、新酒、甲新油的1/10，以及野权献予上主，归予祭司的米。这个代志发生的时，我无伫耶路撒冷，因为巴比伦王阿达斯生32年，我倒去王遐，过无偌久，我阁对王请假。我到耶路撒冷才知以利亚实所做的歹代。伊为着多比雅伫上帝圣殿的埕准备一间房，我就真受气，将多比雅所有的家具拢摕出去，阁命令人去洁净房间，然后将上帝圣殿的器具、素祭、甲乳香阁搬入去。第10节，我嘛发现利未人应得的份额无互因，当一个利未人甲献祀的煞着倒去家己的田园做事。我就责备遐个官长，甲因讲，是安怎上帝的殿放互荒废？我就组织利未人，互因恢复职务。对安尼，犹太人民将五谷、新酒甲新油的1/10
带入虎库。我指派祭司是利未亚，经学教师撒督，甲利未人比大雅管理虎库，各派马他尼的孙撒克的囝合兰做助手，因拢真忠实，真志将物件分发予因的同事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纪念我所做这的事，毋通撤销我为着上帝的殿甲服侍伊所做的好事。伫圣经第1节到第3节一段经文当中，阮看到当以色列人知影摩西所传来的律法，就甲活做的人分开。这互阮会能看到伫圣经当中，当阮知影正确的道路的时阵，咱就要选择正确的道路，就要甲过去错误的道路分开，毋是照着过去习惯的错误道路来继续行。因为改变甲承认家己的错误是真侪人需要学习的所在。阮嘛爱注意，教会会当请无信的人来听福音，但是袂当接纳无信的人加入教会，因为这会对教会造成伤害，也伤害咱人甲神之间的关系。这了后，圣经第4节到第5节，阮看到了管理圣殿房间的人，因为甲外邦人有真亲的关系，所以就将圣殿房间当作外邦人藏物件的所在。可能伫迄当时，因为圣殿无偌侪人来敬拜，所以圣殿的管理者伊的心态就会是想讲，反正这房间空咧嘛是空咧，我摕互去外邦人藏物件，阁会当加深我甲外邦人之间的交情，互家己得到利益。也因为圣殿无其他人的使用，所以伊嘛无侵犯着其他人的利益。毋过伊煞袂记了，伊侵犯着的是神的利益。这嘛互阮提一个醒，阮可能会利用家己的方便，然后伫无伤害其他人权利的情况之下，做出伤害神权利的代志，煞家己毋知影。这是阮需要警醒的所在。伫第6节到第7节，阮看到尼希米，伊听到即个代志，伊嘛确实去求证是毋是有安尼的代志。这互阮学习到，当阮听到一件代志的时阵，莫去偏信偏听，反倒转爱确实的去求证。这是身为领导者需要去学习的功课。因为领导者常常因为爱处理真侪代志，就袂去确实的去查证，煞来做出无妥当的决定。第8节到第10节中间，阮看到尼希米因为即件代志非常的生气，就做出甲外邦人的物件拢献出圣殿，并且把本属于圣殿的物件搬倒转来圣殿的行动，互圣殿重新恢复圣洁以及圣殿的作用。所以，阮就要清楚、要明白，若是没收神的物件，就无应该留伫圣殿内面。伫咧生活顶面，阮嘛常常会拄着真侪是属神的物件，但是阮敢有家己藏伫神的所在？比如讲，凡地上一切金银财宝拢属神的情况的时，神要阮奉献1/10，阮所趁的金银，阮敢有做甲到？神爱阮出去向外邦人传福音，阮敢有做甲到？神要阮做的事工，阮敢有做甲到？以及其他的等等等等，可能有真侪人会感觉真困难，但是阮知影，
阮遵守神的道理，去追求神予阮的价值，安尼地上的财宝甲困难拢无算啥物。第10节到第30节，阮看到尼希米伊看到利未人无得到因应得的份业，所以利未人必须要为因家己的生计去做事，煞来荒废了神的事工。所以伊重新互利未人伫咧经济上的保障，互利未人会当重新做神的工，嘛重新来指派适合的人伫咧适合的迄位置。这也甲阮提醒，阮袂用当伫经济上亏待为神做工的人，而且阁爱拣选适合的人伫神的事工顶面。搁咧第17节，阮看到尼希米祈祷求神纪念即件代志，以及伊的忠心甲守约的行为。因为阮所做一切，若是无受神的纪念，一切拢是无彩工。阮嘛爱安尼向神来祈祷，求神纪念阮的所言所行，以及其他人伫神的事工顶面所付出的一切。最后，阮同齐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今仔日阮知影，有若伫咧教会内面，阮爱谨守阮家己的心，伫咧家庭甲工课的所在，阮嘛爱共款安尼去对待，爱常常去思考，阮所言所行，是毋是将无属于神的物件带到阮即个身躯，这属神的殿内面，也互阮会当看顾、重视神的代志。安尼，神也要看顾、重视阮的代志。阮的祈祷，一切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